来继续来看台南市政府邀请苏俊英茶红仔剧团用搬的、用演的，甲大家讲找头路要安怎防诈骗。大家心好妙呢，人家真侪厉害啊！为了避免民众找头路的时互人骗去，所以讲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特别办布袋戏宣导活动，希望透过布袋戏的表演来提醒大家找头路的时要注意什么款的代志。可以了解本土的文化之外，再来就是说，让年轻人呢在暑假当中去求职或者是找工作的时候，更可以去注意这个找工课这个妹妹嘎嘎。求职在现在年轻人来讲，就要比较小心，所以这方面的话，对年轻人也很有帮助。对。准备的表演有真的乡亲来伫看戏，劳工局希望讲用这款特别的宣导方式，好找头路的民众有正确观念，会使维护本身的权益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